Coulson 博士，中午好，可以聽到聲音嗎？聽到，聽到講嘢。我哋人齊啦，係咪？係聽到啦，聽到啦。喂喂，大家聽到？聽到。好可以嘅，我哋人齊可以開始啦，係咪？係嗱，咁就應該陣間會一路會有老師或者係啦，有老師會加入嘅，咁可以一齊我見到劉 Sir 喺度，跟住應該係啦，應該會再有一兩位老師嘅，咁但係我哋可以開始先，係啦。好嘅，咁我就我哋嘅參賽做一個指引嘅說明先啦吓。一個係我哋嘅比賽時間，我哋呢個時間係5月24號嘅，然後要求我哋香港隊伍嘅報到時間係24號朝早8點前要完成一個報到。我哋分為兩個賽場啦，一個係航展中心同埋太空中心。咁我哋航展中心咧，佢嘅項目有兩個，一個係空間虛擬機器人嘅。另外一個係創意製造1到4級，然後太空中心係我哋主要做機器人類嘅，一個係航天國防 A 類同埋 B 類。我哋嘅用餐安排咧係只配餐我哋嘅參賽選手。當日嘅話咧，我哋會有安排志願者同埋工作人員為我哋嘅參賽選手進行一個送餐，外賣係唔可以進入我哋嘅比賽場地嘅。然後目前收到香港呢邊嘅技巧信息嘅話咧，只有呢位同學。咁我哋到時候送餐前咧會向呢位同學確認一下，即係會叫佢嘅名，然後再進行一個送餐，避免因為技巧出現問題。然後我哋如果有其他嘅教師或者家長到場或者係領隊都好，我哋係需要自行解決呢個餐飲問題。現場嘅負責人嘅話咧，航展中心係陶華欣同埋葉允彤，太空中心咧係何東陽同埋林樹瑩。到時候有咩問題嘅話，可以電話聯繫到我哋。住宿安排嘅話，我哋係安排喺23號進行住宿嘅，係咪？咁呢個地點我哋確認咗嘅未啊？係啦，我哋自己已經安排咗嘅旅行社。有確認到呢個酒店嘅住址啦，係咪？係啦，冇錯。好嘅，咁我哋睇時間嚟咯，因為我哋係安排朝早8點前要完成所有嘅報到。報到嘅話，我哋要領取一個選手嘅參賽證，到時候佢哋係需要佩戴證件入場嘅，然後最好係帶埋有效嘅身份證件可能會有檢查之類。呢度我想問少少嘢嘅。因為咧我之前我哋收到有一個咧叫做承諾書啊。咁其實咧有校長咧就問啦，因為我哋香港呢邊咧填一個承諾書咧係比較敏感嘅。我想知道呢個學生承諾書咧係本身教育廳嗰邊係必須要每個學生填寫，定抑或係點樣嘅情況咧？係中央呢邊咧係要求每一支隊伍都要填寫嘅。佢呢個係存在一個隱私問題，係覺得係覺得唔適宜，係咪？係啦，因為最主要咧有啲香港校長咧就問我呢個問題，因為咧佢哋參加出邊啲比賽咧都冇即係冇填過呢個承諾書，所以佢哋好擔心，就係話即係填咗之後嗰個佢哋承擔嗰個責任各方面，因為唔知道會唔會到後期即係如果教育局嗰邊去問到嘅時候會係點樣嘅情況咯。好嘅，我呢邊收到通知咧，即係每支隊伍都要簽寫。如果你哋存在呢個擔憂嘅話，咁我可以向組委會反映一下，然後再將結果話俾你哋知，好唔好？係啦，冇錯，呢個可能要盡快少少，因為我見到都需要學生啦、監護人同埋老師簽名嘅。咁就因為始終即係唔係香港地區啦，咁我哋又唔係內地嘅學校，咁所以變咗呢度就需要即係大家協調一下，即係睇下主辦方嗰邊，即係如果譬如呢一個承諾書係由廣東省教育廳、香港教育局同埋澳門教育局嗰邊三個政府機構都係承認，即係必須要你哋所有學校都要簽署嘅。咁
咁就好清楚啦，咁就冇爭議性噶嘛。如嗯果呢個只係純粹話係學校校方係自行決定嘅，咁如果有真係出咗問題，咁校長嗰個責任就好大啦，所以呢個就要小心。好嘅好嘅，收到可以我反映一下後好啊，喺群度話結果俾大家聽好嘛？好，唔該。好嘅好嘅，咁我哋繼續落下呢個場地嘅導覽圖有一件事需要同大家說明一下嘅，即係我哋當日朝早24號朝早8點前我哋係自行組織嚟到賽場比賽嘅。然後呢一點關於呢個車送你哋到賽場呢一個有一個點即係我哋係乘巴士嚟嘅，係咪？朝早我哋都係安排巴士，然後送學生到我哋嘅。冇錯，應該係旅遊巴，應該係40座嗰啲嘅旅遊巴，會有2架嘅。好嘅，咁呢個巴士如果佢入場嘅話咧，係需要提前打印一個憑證放喺佢嘅嗰個車頭嘅位置嘅，然後到時候即係入場嘅時候會有人檢查佢有冇呢個憑證，先會放佢哋入場嘅。咁OK，咁因為我都會揸車嘅，咁所以可能即係變咗佢哋2架旅遊巴再加埋我，就要先攞咗呢個證先。係嘅，我後續會將呢個憑證發喺群度，然後你哋需要填寫呢個車牌號入呢度，然後打印出嚟放喺車頭位置就可以啦。好啊，唔該。然後巴士咧，佢係打個比方，即係佢如果係先送你哋到太空中心嘅話咧，佢喺呢度放你哋落車之後，佢需要從門外再往3號門，即係航展中心呢邊行。然後再喺呢個停車區域放低我哋航展中心嘅學生參加比賽，即係佢唔可以喺賽場內穿梭，佢巴士只能即係喺呢個門入咗放低你哋，再喺呢個門出，從3個門入。即係如果咁講就變咗，我哋就要好清楚邊啲學生係屬於係喺太空中心，邊啲係屬於喺航空嗰邊，係咪啊？即係就要好清楚啦。係嘅。關於呢個項目地點嘅話咧，我哋前面會有一個總嘅介紹，即係我哋香港呢邊嘅話咧，空天同埋創意製作都喺航展中心嘅，然後機器人類嘅話咧都喺太空中心，呢個會比較明確。我哋對照名單進行一個新嘅上落車就可以啦。好的。然後我哋比賽結束嘅話係安排同一個賽場項目嘅咧，我哋等佢結束之後再帶全部學生出嚟，即係每一個項目佢幾時結束，我哋會提前話俾你哋知，然後你哋提前喺我哋1樓嘅位置進行一個學生嘅接送。我哋根據每個項目結束嘅時間都會有少少唔同，所以即係希望我哋到時候會喺場內有一個人專門負責可以接送呢啲學生嘅。我哋啲志願者帶住啲學生出嚟之後咧，會進行一個簽退，然後將學生交翻俾你哋，後續你哋就可以自行安排。呢個係航展館嘅一個外部同埋內部嘅一個參考。我哋空天係喺航展館嘅2樓，創意製造喺1樓嘅位置。然後太空中心咧，呢邊有一個大背景嘅拍攝處，包括航展中心都會有拍攝點，到時候大家可以喺安排建議係安排喺賽後再組織學生過嚟喺大背景呢度影相攝影都 OK。我哋內地部分學校嘅話，佢哋會帶校旗，你哋都可以考慮下需唔需要帶校旗影相。建議係所有學生都着校服咯，建議着校服。咁樣喺賽場內，我哋啲工作人員同埋志願者都比較好辨認，到時候方便送餐同埋進行一個服務。賽場嘅指引，我哋當時除咗選手之外咧，我哋啲領隊啊，或者係家長老師係唔可以進入我哋嘅比賽場地嘅。然後從簽到開始，我哋啲志願者就會按照學生嘅項目同埋座位號帶佢哋入到賽場進行一個就座。佢哋嘅就餐全部係喺比賽場地內進行嘅。
送餐嘅時間咧，我哋係安排喺12點半前，然後晚餐即係下午茶呢個時間咧，大概喺下晝3點半左右進行一個派送。呢個選手會議，我睇我哋香港呢邊係幾乎好少有教師或者係學生加入呢個釘釘群嘅，然後群上面有一啲線上嘅培訓視頻，我已經轉發到群內，包括有些少嘅嗰啲資料或者係介紹，我已經都喺群內有轉發，即係你哋有冇同步俾呢啲老師同埋學生咧？昨日強調嘅一個關於創意製造，佢係需要提前傳送嗰個答辯嘅 PPT 嘅喎。我哋係咪應該冇呢個創意製造咧？我印象中係冇嘅，我哋係冇創意製造，即係我哋報名嗰啲係冇嘅。即係呢邊你哋呢邊嘅創意製造隊唔係你哋呢邊負責係咪？係啊，拔萃啊、香島呢啲中學全部都唔係經我哋報名嘅，所以就唔係我哋。係啦。好嘅，明白。不過我就有通知拔萃，譬如拔萃女書院啊嗰啲，因為都係我都有喺裏面教嘅，所以我就有通知佢哋嘅，係啦。咁我唔知佢最後會係什麼情況，係啦。好嘅。包括嗰個航天嘅同內嘅連隊嘅嗰啲隊伍咧，我哋負責答辯啊嘛。我喺群內已經有更新到一個答辯嘅格式，後面你哋可以同學生同步一下，傳授一下呢個答辯呢樣嘢。我哋所有嘅項目學生都係需要製作一個展示 PPT 嘅，除咗空天虛擬機器人，其他都需要製作呢一個展示 PPT。關於展示 PPT，我想問呢一個 PPT 係現場即時製作嘅，就唔係佢哋先做好嘅。先做好。先做好，所以基本上就帶到場內。即係話咧，基本上佢哋呢2日嘅時間咧，就需要為佢嗰個比賽項目啦，特別架機械車，咁就要做個 PPT，做一個簡介咁樣啦。係，其實佢嗰個展示 PPT 就係佢工程筆記內容，比如佢我之前有轉發嘅嗰個工程筆記參考啦，佢入面有團隊嘅介紹啊，然後佢製作呢個過程嘅學習嘅分享啊，包括呢個團隊呢一個 team 嘅嗰個作品，包括佢自己一個學習嘅總結同埋創新點展示咯。PPT 幾乎就係呢啲內容。好嘅。我哋 A 類同埋 B 類係咪都係我哋呢邊負責㗎？唔係嘅，我哋基本上有一個 B 類有 B 類有2個，係啦。B 類有2個，然後 A 類唔係咪 ？A 類冇嘅，係啦。不如你哋後續喺群度將你哋呢邊負責嘅學生嘅名單發上嚟好。我呢邊好後面對照，包括將你哋學生從賽場帶出嚟嘅話，我都同步一下啲信息俾啲志願者同埋現場嘅工作人員。我遲啲會 send 個名單俾你哋。好嘅，咁就好。好。然後呢一個關於比賽呢個介紹創意製造你哋冇啦，A 類冇。然後 B 類嘅話咧，佢係進行一個現場抽籤同埋一個分組排序，然後佢嘅比賽同埋答辯時間咧，結束最晏嘅時間係按照5點嚟嘅。如果佢提前結束嘅話，我會群內通知啊，你哋提前做領取學生嘅準備就 OK。然後關於 B 類嘅話，我群內有分享一個佢線上培訓嘅 PPT， 你哋可以參照一下。我哋香港隊伍係唔需要填嗰個線上嘅小程序回執嘅。之前係話只需要寫呢個承諾書，關於承諾書嘅話，你哋嘅意見我會向組會反映，後續會進行一個明確啦，再話俾你哋知。B 類嘅話，佢需要自己帶機器咯。
一定要帶好機器，然後佢會有一個答辯環節，答辯環節就係展示我哋嘅 PPT，我哋唔需要製作工程筆記，但係要有展示 PPT。佢活動準備嘅話咧，呢度會有佢建議佢自帶嘅一個物品，即係有電腦、鼠標、排插、U 盤、鼠標，仲有相關嘅啲成軟件、封白紙筆，即係睇佢自己本身嘅需求。建議就係呢啲。我哋呢個活動手冊上面關於每一個項目佢呢個活動前嘅準備咧，都會有介紹同埋明確。我哋睇需要進行學生一個自備。呢樣我哋係冇嘅。然後國防呢邊咧，我哋係唔係都係採用帕拉卡呢個平台啊？如果係採用呢個帕拉卡嘅平台嘅話咧，我有轉發到一個說明嘅文件，佢係需要提前下載一個編程世界嘅，即係除咗嗰啲同內地連隊嘅學生，我哋全部由我哋香港呢邊組織嘅隊伍嘅話咧，建議係提前進行一個下載。包括嗰個押送文件我都已經係有發送。建議同步俾我哋啲學生知道，然後進行一個提前嘅準備。冬天虛擬機器人呢邊嘅話咧，我哋係唔需要答辯嘅，所以我哋唔需要製作一個展示 PPT。我哋到場之後參加，然後佢可能會進行一個現場頒獎嘅領取，睇你哋需求需唔需要等到現場領獎之後再返定係點樣？睇你哋嘅需求啦。呢個反正呢個賽程安排就係標準嘅。嗱，關於航天呢部分咧，我睇我哋有好似係有連隊嘅，係咪？會有跟內地嘅學校嘅應該。係嘅。咁連隊嗰啲咧係只需要負責答辯呢方面嘅，其他嘅話都係需要有機器同埋進行一個線下比賽嘅準備。我想問，如果係同內地學校合作嘅話，香港學生佢有啲乜嘢嘅工作需要準備？需要準備一個展示嘅 PPT。所以基本上就係都係用翻你俾我哋嘅一個範本啦。咁可能就即係簡單咁樣，又係改少少嘅資料，咁就已經可以啦。有8個工程筆記參考嘅，將佢做成展示 PPT 嘅格式就 OK 啦。內容格式都係差唔多嘅。好啊，因為始終佢哋而家都未知道係咯，即係佢哋未見過面噶嘛，即係可能真係要到現場嘅時候，就可能佢哋兩位就要去自己去組織一下點樣做呢一樣嘢啦。好嘅好嘅，嗰個答辯嘅格式我都喺群內有直播發送俾你哋嘅，可以等學生參考一下，學習一下。好嘅。好嘅。航天佢嘅頒獎時間係25號嘅，即係如果我哋當日比賽結束完翻去之後咧，我哋再會安排後續，如果係有獲獎情況會寄送嘅。思維我哋呢邊啦，然後關於呢個賽程安排，我哋呢邊有冇特別想了解嘅地方咧？暫時我呢邊我自己就冇乜特別。我都 OK 嘅，都清楚，都清楚。好嘅，好嘅。咁有冇其他老師有回答？劉 Sir 你嗰邊得唔得？關於呢個24日當日嘅賽程安排，仲有冇其他嘅意見？好，應該 OK，可以繼續。
好嘅，其實關於呢、個當日我哋志願者服務、工作人員服務，包括呢個賽程安排咧，我頭先都有一個介紹咯。然後如果你哋呢邊冇特別嘅疑問嘅話，我哋可以保持後續嘅溝通。然後我呢邊要展示嘅其實已經係冇咩啦。如果冇咩特別需要説明或者了解嘅地方，如果我有啲講唔清楚嘅地方咧，你哋都可以發問我。OK，起碼大概知道當日大約嗰個流程，即係話，如果24號咧，唯一會頒獎咧就係虛擬嗰個賽嗰個比賽，咁咧係嘛？其他咧就應該會係25號就會之後先至再送翻嗰啲嘅獎狀啊各方面咯。係。好啊，我哋組委會後續會統一安排。可以，冇問題。咁樣就，但係變咗啫。頭先你所講，因為我見到嗰個抽籤嗰個名單，應該咧有啲學生咧就會早啲啦，有啲就遲啲啦。咁就好似正如你所講咧，你哋工作人員就會即係將一啲已經完成咗嘅學生咧，就會帶出嚟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嘅就要安排佢哋咧，就可能一個位置咁啊做等候啊，或者各方面。咁因為我見到你哋亦都有兩個地方，咁所以變咗，譬如如果喺嗰個航天中心嘅，咁可能咧佢哋等埋晒一齊之後咧，佢哋就可能要即係行過嚟太空中心呢邊，咁啊可能做一個拍照啊各方面，會唔會係即係咁嘅情況咧？哦，其實我想了解下，我哋現場會有幾多人會負責呢啲學生咧？因為我哋有兩個比賽場地，即係建議係有兩個人分別喺唔同嘅場地，呢個比較好咯。如果係從嗰個航展中心行過嚟太空中心嘅話，因為佢唔允許場內嘅穿梭，即係如果學生佢要從航展中心過嚟太空中心嘅話，佢要從馬路出面行過嚟咯。我覺得呢個有啲啲危險。好，明白。咁我想知道咧，嗱，如果咁講咧，可能我就安排一架旅遊巴咧，就會喺嗰個航天中心嗰度等嘅。咁然之後咧，大家都集合好啦，跟住就上呢架即係喺航天中心就上車，咁架車就直接去翻太空中心，咁然之後就可能即係拍攝啊各方面，咁先至一齊咧就再離開咁樣。哦，可以。咁請問航展中心呢邊會唔會有安排到你哋自己嘅人喺嗰度清點學生？因為我哋雖然會清點學生，協助佢哋上車。請問你哋有冇現場嘅負責人咧？咁就我哋要安排啦，我哋真係要安排。好嘅，如果有安排到人員嘅話，我哋呢邊都會有工作人員同你哋對接。我哋會清點啲學生，完畢之後再交翻俾你哋，你哋進行一個簽退就可以安排上車，然後開車翻太空中心呢邊等我哋機器人呢批嘅學生。我想問咧，應該學生應該離開時間都會係中午之後噶啦，即係可能講緊最快可能2點3點呢啲時間先會離開噶嘛，啱唔啱啊？咁所以我喺人手安排上邊，可能就會安排，譬如同事或者老師，可能就係喺呢個午飯之後，咁就去一個咧就去個航展中心嗰邊，咁啊等呢啲學生，咁應該就可以啦，係咪咧？你係安排喺先，即係同一批接送嘅負責人先接航展嘅，然後接完再過嚟接我哋太空嘅，係咪咁樣？意思係因為其實學生會有一批學生就喺航展中心嗰度就入咗去比賽場地，咁基本上就個老師喺嗰度就已經冇任何工作噶啦嘛。係。咁即係話佢可以就即係同我哋，因為我哋中午嘅時間一定係一齊即係午飯噶嘛。咁變咗就可以係午飯之後，我哋先至再分翻，即係可能老師或者同事就喺航展中心嗰邊等待，就唔需要佢哋就全日就喺嗰個位置啦，咁樣。哦，係嘅。
因為我哋嘅學生佢係中午係唔可以離開呢個比賽場嘅，係咯，係咯，係佢出唔到咯，嚟嘅，佢只有嗰個項目結束之後佢先可以出嚟嘅。好啊，得，明白。好，嗯嗯咁大致上了解，嗯，好嘅好嘅。咁應該 OK。嗯，好，咁我哋呢個會議就可以結束係咪？好啊，好，可以啦。啊好，Paul 就嘅，我 OK 啦，哋保持好得，溝通咯，好嘛？繼續。我都好，唔該將嗰個晒。參考唔該晒，承諾書唔該晒。嘅事情，嗯係啦，係啦，呢個麻煩盡快幫我問一問，嗯嗯，好嘅好嘅好嘅，陣間覆你哋。唔該晒。OK，嗯，拜拜拜。拜。拜拜。